你到底为何如此狠心，竟对父亲下杀手？双，双双，双双，双双，这孩子又偷跑回来歇着，真是叫人不省心。双双啊，娘，你找我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还不赶紧去灵堂守着？灵堂前面那么多人，又不缺我一个，干嘛非要把我折腾过去装样？快去！这衣服针脚粗的漏风，这么粗制滥造的衣服你也敢拿给我？回仙小姐，衣服是刚刚赶制的，时间实在仓促。你还敢顶嘴？你是不是想挨打？滚！徐晨风，那个俊朗又威风的大将军。徐将军，将军。徐将军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将军，你快出来啊！徐将军，你别抢了！将军，徐将军，徐将军，怎么是你？祖宗家祠而已。妹妹何至于怕成这样？莫不是心中有鬼？罗爱莲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在哪？在牢房里。监牢是留给杀害父亲的人做的，可不是我。来人啊！杀人犯跑出来了，快来抓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敢动我试试？是你。以我的名义写纸条约杜尔山出来，试图勾引。是你引发了杜家与罗家的灾难。没有，不是我，就是你。是你被父亲发现后恼羞成怒，用沉香粉引父亲发病，害死了父亲。你胡说！罗爱莲，你疯了！为了给自己脱罪，嫁祸给我。我嫁祸？你敢对着列祖列宗发誓，说你没撒谎吗？我凭什么要对着祖宗发誓？丢了罗家脸面的是你，不是我。这是徐将军留给我的信号弹，只要找到杀害父亲的凶手，就以此为信号通知你。你是现在承认，还是到将军面前再承认？我听闻将军之下有妨，军纪最是严明，撒谎欺骗将军者要受拔舌之刑，这过程痛不欲生，面容尽毁，让你生不如死。说不说？我说，我说。
不能让他再有开口的机会。娘的意思是，他知道的太多了，留不得。况且，他只要活着，对我们始终是个阻碍。留着他，难免夜长梦多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。娘，他醒了。你个小蹄子，你敢在老娘眼皮底下耍把戏？是你们杀了父亲！胡说什么？明明是你杀的。你杀了你父亲之后，心生懊悔，便畏罪自杀。说说，安住！放开我！你们怎么那么恶毒？杀了父亲，又想杀我，说的跟你多干净似的。杜公子明明就是你害死的，死到临头还嘴硬装善良，一只白莲花似的嘴里，真令人作呕。放开我！柳爱玲，你不是最孝顺的，那就黄去路上跟你父亲作伴去吧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二叔，你疯了吗？娘，爱莲是哥哥的遗孤，你何至于如此狠毒？爱莲，说小的徐将军不能救，记住，你要救他，你自己的女儿就得去死。我的女儿，这些年你我疏老相成，但18年前那个雨夜，你喝醉了酒，那一晚的事你没忘吧？你自己算算双双的生日，你一直说你自己是孤家寡人，可你的女儿一直都在你的眼前。双双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我是你和二叔的？记住，罗继达已经死了，你是罗家唯一的男人，今后我们母女还都要仰仗着你呀。二叔，过去的事是你醉酒之时，父亲不会怪你的，你不要一错再错。二叔，罗继忠，今日咱们所有的事情都让他知道了，如果他说了出去，你、我、双双，日后该如何对出？我们还有活路吗？不行，杀人是死罪啊！何况爱莲是我的亲侄女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杀她呀！二叔，我现在父母双亡，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长辈，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。罗继忠，你给我想清楚！你今天是帮他，还是帮你的亲生女儿？二叔，爹在天上看着呢，他也在求你救我。二叔，贱人闭嘴！你若是想扔下我这个女儿，你若是想跟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就不要信他的鬼话。不要。不能吧！二叔救我！
人都是自私的，你别怪二叔啊。请留步。还望信使转告阁老，陈峰定会找到藏宝图，不辱使命。是。这8年前，沈氏镖局押送的黄标藏宝图被一群山匪所劫。除了知道山匪头目是个女的，其他再无线索。可这女山匪来无影去无踪，毫无其他线索。会不会是沈家监守自盗，沈自山放的假消息？我同沈家镖局的少主结识多年，他为人正直，绝对不会自辱门楣。况且这藏宝图是暗标，沈家根本不知道。不知何处起火了，这么大的烟，怕是火势不小啊！走起来！这龙门镖局的镖，大哥说劫就给劫了，那不还多亏了罗家昨天晚上的大火，把周围的百姓和官兵都吸引过去了，要不然没那么容易。哟，沈少主，这咱们沈氏的皇家镖局的牌子被收了之后，怎么不保镖了？这飞下来打劫呀？把龙门镖局的镖物留下。哼，你今天是真不给我老鬼面子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给我等着！下手！宗主，这是我从山匪那儿劫回来的龙门镖局的镖物。他们总镖头用珍稀种子培养出一种世间罕见的神龙草。妙神医说过，那神龙草或许能救妹妹的命。骆镖神，你用这镖物给我把神龙草换回来。少主放心，我一定为大小姐求来神龙草。撤！少主，那儿好像是个河标，马上来看看。应该是火烧的。还有呼吸，带回我们的一路吧。是。这位女子还能救活？伤成这样还能活着，难得呀！
庄主，神龙草聊到了，辛苦了，退下吧。是。妙神医，有了神龙草，妹妹就能醒过来了吧？晚了，丹青昏迷太久，心力衰竭，如今已是油尽灯枯。神龙草没用了。那妹妹真的有事无益了吗？在今天之前是这样。那就是还有方法，你告诉我，只要是为了妹妹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如果将一颗鲜活的少女心脏还给丹青，她就能醒过来。否则，只多2日，必定魂归九霄。鲜活的少女心脏。这女人与你非亲非故，身为女子有容貌尽毁，即便是救了，也未必能活。倒不如救你妹妹一命。你之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将妹妹治好，让老爷安心。如今你的愿望或许都可实现了。你让我杀一个陌生的女子来救丹青，生性善良，定是不愿见你双手沾血，也不愿他人因他而死，才替你做了决定。节哀吧。子珊，你还愿意救外面这个女人吗？我有套秘籍叫妙手回春，可将丹青的脸换到那女子脸上，如此一来，沈老爷不会因为你妹妹去世而病情加重，而那女子也不会因为毁容而痛不欲生。你的意思是，要让她来成为丹青的替身吗？影子也罢，替身也好，丹青的生命或许可以用这种方法延续下去。如果不换脸的话，他会死吗？他的皮肤溃烂严重，一直无法愈合，换脸换肤是唯一的方法。只是换脸换肤的过程痛苦至极，不知他能否忍得了。我愿意。